报道。早起，台东的太麻里甲关山有300外的农民引起议会定情，因要求县政府应该协助因来解决出租农地，后来互划作原住民保留地的争议。南投县仁爱乡30外农民2日到台东县议会声援，要求政府重视公地放领甲原住民保留地划设的政策冲突。日本时代做党啊，伫遐生存到即摆，即摆才反倒山脉土地煞要讲啥，阮亲占，阮土地，阮种的土地，应该划作原住民保留地，阮无法度去取得耕作权，也是讲这所有权啊。去年台东县太麻里乡发生承租国有地农民，后来土地划设原保地了后，互人强制拆除现地。太麻里乡有60外农民，结合关山镇其他所在，有类似情况的农民差不多300人，到台东县议会提票语抗议陈情，要求政府公地放领甲原住民保留地划设的权责，爱重新检讨，互上主要的土地主管机关管理，并且要求县政府爱有作为，替农民解决公地放领、公有地后来划设原保地争议。来真正抗议，就是讲公地爱放领啊，袂使佮甲阮当做什么原住民保留地。主管机关应该是那个农委会，其次才是原民会，因为什么？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的法源来自于这个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我们在历次反映的过程中，他是都没有同意。但是就是说，基于协助民众他将来有土地的自主权，所以我们还是会在后续的协助里面协助跟中央反映民众需要公地放领的心声。县政府表示，公地放领因为风台地动天灾，政府目前暂停放领。不过抗议的农民认为，政府早期公布公地放领进程，因的祖先早就伫咧开垦耕作，农民敢若知影做事，哪会了解政府土地法令一再修改变更。佫互因变做侵占原住民土地罪人，呼吁地方甲中央政府爱重视这个问题，唔通造成两个族群的对立。记者综合报道。